后来台南一个查拉堡，拢是找迄种停伫个门骹口锁匙还佫插掉的机车。通常即种的，拢是机车甲徛架的锁匙结规关，伊就趁机会将复制锁匙入去厝内底偷摕，即个当场防长着依上法办。 结果司机到啊，警方摕股票甲搜索票展开查缉，当场抓着这个雄雄公公细干的强啊！这个40多岁细干的男子，伫台南偷走一笔3间透天厝，偷摕人的精品下网、手表啊等等的贵重物，价值要80万，也有5万7的现金。封了着，伊竟然是去偷拍锁匙，走入别人的徛家做贼啊！爱入去室内主机 copy 太当完成。 啊，即马唔知啊，唔知什么原因是伊安那下当下着遥控器，很可怕，因为毕竟那个妻儿都在家里嘛，闯进来之后危害自己的家人这样子啊。第一次发生伫台南北区海岸路，时代起边拢真着惊，因为连续3号拢着贼偷。原来这个细干的男子看被害人将耳朵摆插伫咧门骹口，厝内甲机车锁匙规罐拢无背，互伊抓着机会，用不明的技术拍一副同款的锁匙，突破社区的门禁系统。起获多款名牌包、饰品及现金等赃证物。 按依加重窃盗罪送办。警方也提醒，若是徛家是铁门，或者是用感应式的门禁，就要定期换加密的系统，锁匙嘛要下记一杯，较袂着贼偷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